大家好，我係立柏如，歡迎嚟到心靈之道。我自己喺心理治療嘅領域當中咧，已經工作咗超過25年啦。咁其中感情同埋婚姻嘅問題咧，咁就係我自己其中一個專業嘅領域啦。我就好想透過呢條視頻咧，探討親密關係當中一啲非常核心，但係又經常被忽略咗嘅深層動力噃。咁好多人都好渴望擁有一段充滿愛啦、和諧啦、美好嘅伴侶關係啦。咁其實呢一種咧係天生嘅自然本能嚟嘅，就好似我哋要食飯啊、瞓覺啊一樣啦，係一種本能嚟嘅。咁當我哋遇上嗰個啱嘅人嘅時候咧，尤其係好快就產生咗感覺嘅時候啊，嗰種興奮同埋美好嘅感覺咧，實在係令人啊非常之沉醉嘅喎。但係相信好多人都有咁樣嘅經驗啊，隨住時間嘅推移咧，特別係步入咗婚姻之後咧，當大家一齊共同面對生活之後啊，關係入邊嘅挑戰就開始出現啦。大家之間因為要面對生活好多嘅現實問題啦，可能基於性格、價值觀或者處事嘅方式唔同啦，大家之間就會充滿咗好多嘅衝突啦、矛盾啦，互相指責對方啦，甚至乎係對抗。咁呢一方面咧，真係令人感覺到非常之困擾啊！咁有一句説話啦，就話婚姻就係戀愛嘅墳墓啊嘛。咁喺我過去咁多年嘅心理治療當中咧，的確係發現有咁嘅現象嘅噃。好多人以為大家彼此相愛啦，跟住梗係好自然係會結婚㗎啦，跟住大家嘅關係會好穩定啊，越嚟越好㗎啦。但係往往係相反嘅，結咗婚之後咧，好多人嘅關係轉趨平淡，甚至乎出現咗頭先所講嘅好多嘅問題。咁到底呢一啲係婚姻制度導致到啊，抑或係現實嘅壓力導致啊，抑或係個人嘅問題導致到嘅咧？嗱，我經驗嚟講咧，三方面都係有影響嘅。咁呢一集咧，我就好想同大家講下個人嘅問題點樣導致到呢個結果喎。咁又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啦，現代嘅婚姻制度啊，係點樣影響到頭先嗰種情況出現嘅。咁首先咧，等我哋從榮格心理學嘅角度咧去睇睇啊，點解一對男女係會互相吸引嘅先啦。咁榮格就認為咧，我哋嘅心靈層面咧就包括意識、無意識同埋集體無意識喎。咁喺意識嘅層面咧，我哋都會戴上唔同嘅人格面具嚟到適應社會角色嘅噃。例如表面上我哋會喺人面前咧表現得好正面啊、好善良啊、好溫文爾雅啊，或者好有品德啊。咁但係其實返到屋企嘅時候，可能變咗另一個人嘅喎，可能變得係好負面啊，或者係好粗暴啊。咁我哋戴住呢啲嘅人格面具咧，雖然喺我哋平時社交生活當中咧係有效啦，當然啦係證明到自己一個好有品質嘅人啊嘛。但係一去到親密關係當中咧，呢啲人格面具啊就會被逼除低嘅咯喎，我哋真正嘅一面咧就會被展現出嚟。於是乎喺相處嘅時候咧，各自真正嘅一面咧都會展現出嚟，而產生咗好多嘅衝擊嘅喎。咁另一方面啦，潛意識咧就藏住我哋嘅陰影啦，即係嗰啲被壓抑啊、唔被接受嘅負面特質啦，譬如話妒忌啊、憤怒啊、羞恥感啊、脆弱等啦。咁有時候咧，一個睇上嚟咧係好正面啦、好積極啦、好陽光嘅人咧，佢哋往往係會被一啲帶有悲傷啊或者脆弱特質嘅人吸引嘅喎。點解會係咁呢？原因就係佢哋入邊壓抑咗有關呢啲特質嘅陰影咧，喺對方身上啊係得到投射，亦即係話佢哋喺對方身上睇到自己入邊嘅真我喎，於是乎就會對對方咧產生感覺啦。而去到更深層嘅集體無意識咧，榮格就發現啊係含藏住人類共同嘅原型 archetype 嘅噃，其中同親密關係相關嘅咧係男性嘅阿尼瑪 anima，同埋女性嘅阿尼姆斯 animus 喎。阿尼瑪咧就係男性心中完美嘅女神形象嚟嘅噃，而阿尼姆斯咧就係女性心中完美嘅男神形象啦。咁呢啲嘅原型咧就唔係自己塑造出嚟嘅喎，而係嚟自人類嘅集體無意識所遺傳嘅。呢啲集體無意識可以包括我哋家族祖先一代一代嘅影響啦，又或者社會上、歷史上人類集體嘅影響啦。我哋一出世嘅時候咧，呢啲集體無意識嘅原型咧，已經係扎根咗我哋心目中，去影響我哋一生咯噃，令到我哋咧係產生咗對理想伴侶嘅一個形象嘅喎。好多時候啦，當我哋對異性有一種感覺，或者好快有感覺，即係俗語所講嘅一見鍾情嘅時候咧，好大程度上都係自己內心頭先所講嘅陰影啦，同埋內心有關呢啲嘅原型嘅投射嚟嘅喎。因為喺你對面嗰位異性身上邊咧，無論佢嘅性格、外表、佢嘅談吐、氣質各方面咧，
都係契合咗你心裏邊理想男神或者女神嘅形象嘅喎。但係問題就從呢度開始啦。當我哋對對方產生咗好強烈嘅感覺或者一見鍾情嘅時候呢，我哋通常就係將心裏邊嗰個過於完美嘅形象呢係投射到對方身上面喎。我哋只不過係同一個完美嘅形象去談戀愛嘅啫。我哋無意識以為咧，對方就係我心裏邊嗰個完美嘅男神或者女神，但係問題係現實生活當中嘅對方咧，只不過係一個人嚟嘅啫，佢唔係一個神嚟嘅。好多人將呢種完美嘅形象啊套用喺對方身上邊啦，喺相處嘅過程咧，無意識對對方咧就抱住一個好高嘅期望喎。一旦對方喺相處過程稍微表現出同呢一個完美形象不符合嘅特質嘅時候咧，因為呢個過程帶嚟個心理落差太過強烈啦，我哋就會好容易感覺到失望咯。你慢慢會發現，原來對方只不過係一個充滿咗各種缺陷嘅人嚟嘅啫，就唔係你心裏邊嗰位愛神。所以單憑心裏邊嘅阿尼瑪，即係完美嘅女神，同埋阿尼姆斯完美嘅男神嚟到同對方發展感情關係嘅話咧，注定係會失敗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齊嚟睇睇家庭系統排列對於愛情嘅睇法啦。咁家排認為最初產生嗰種愛感覺咧，就好似頭先榮格心理學所講啦，產生嘅嗰種無意識嘅投射啦。咁呢一種墮入愛河嘅狀態咧，家排就發現同一個嬰兒對於母親嗰種盲目嘅無條件嘅愛咧，係有高度嘅相似性嘅噃。咁對戀人之間嗰種依附感咧，亦都非常類似咧媽媽同 BB 關係當中嘅生存依賴感覺喎。一個 BB 咧，當然係對媽媽有好強烈嘅渴求啦，因為媽媽俾到佢安全感啦，俾到佢照顧啦，俾到佢滋養嘅嗰個深層嘅需要啊嘛。而一對男女咧，就會喺感情關係當中咧，潛意識咁樣去複製呢一種對媽媽嘅依戀感覺喎。呢一度就可以解釋得到啦，點解有啲人喺分手嘅時候咧，佢哋根本上係生存唔到落去咧？佢哋覺得如果冇咗你，我就冇辦法生存落去。嗱，歌都有得唱啦，I can't live without you 啊嘛。所以戀愛一方面咧，的確帶俾人一個好甜蜜嘅感覺啦，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係相當危險嘅，會令到人咧係撕心欲裂，甚至乎係唔想生存嘅喎。所以戀愛其實係一個危險嘅遊戲嘅，喺大家決定要去發展感情關係之前咧，就一定要睇清睇楚啦。呢一種關係到底係咩情況之下先至能夠經營到落去，而會產生一個美好嘅結局嘅咧？咁家排另一方面好重要嘅發現咧，就係話伴侶嘅出現咧，係會喚醒我哋潛意識當中咧嗰啲未被處理嘅課題嘅喎。咁呢啲課題咧，往往係嚟自我哋同家族祖先嘅牽連嘅。好多時候喺感情關係當中發生嘅衝突矛盾啦，嗰個根源咧，其實唔係嚟自於個體，而只係嚟自於家族牽連背後嘅隱藏動力嘅噃。家排發現我哋係會不自覺咁樣咧，係重複祖先嘅一啲嘅模式啦、態度啦，同埋嗰啲可能佢有破壞性嘅元素嘅喎。因為我哋每個人內心深處咧，都會對我哋嘅父母啦，甚至乎係祖先有一份無意識嘅忠誠嘅。我哋係會無意識咁樣去跟從佢哋嘅命運而不自知嘅，所以就會無意識咁樣去重複佢哋一啲唔健康嘅伴侶相處模式啦。嗱，舉個例子啊，譬如話一個女兒，佢細個嘅時候咧，就喺一個家嘈屋閉嘅原生家庭當中長大，佢親眼目睹佢嘅爸爸點樣經常俾佢嘅媽媽責備啦、嚟批評啦。喺咁多年，佢都係喺一個咁樣嘅氛圍屋企當中長大嘅時候咧，佢嘅潛意識就好似一個海綿咁樣咧，吸收咗有關佢爸爸媽媽相處嘅嗰種方式。佢對媽媽會有一種無意識嘅忠誠喎。當佢長大咗嘅時候咧，就有好大機會係會吸引到一啲咧喺佢心裏邊係會睇唔起或者覺得佢冇用或者覺得佢咧係不負責任嘅男性咧，去重複翻媽媽嘅命運嘅喎。嗱，當然啦，佢嘅意識上係好想有一段好幸福、好親密嘅伴侶關係啦，但係喺潛意識入邊因為佢對媽媽有一份好深嘅無意識忠誠咧，佢係不由自主咁樣咧係去吸引到呢一類嘅男性。就算你初頭相處得好嘅時候，結咗婚咧，就會產生好多嘅問題咧，去重複翻類似媽媽嘅命運嘅噃。
而有趣嘅係佢媽媽嘅媽媽，即係阿婆咧嗰代，亦都有可能係過住一啲類似咁樣嘅生活，同伴侶之間都係唔係一個好嘅關係嘅噃。大部分嘅人咧係好少覺察到呢一種從父母同埋祖先遺傳落嚟嘅有關生命嘅藍圖同埋信念啦，點樣影響我哋去顯化出一啲唔健康嘅伴侶關係。如果我哋唔去睇清楚有關呢一方面嘅糾纏，唔去深入咁去處理呢一方面嘅根源問題嘅話呢，我哋就好難喺感情關係當中呢得到真正嘅幸福同埋快樂噶啦。咁當一對戀人佢哋拍拖一段時間嘅時候啦，咁根據傳統嘅思想觀念啦，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啊嘛，佢哋就會好自然咁樣咧認為係需要結婚噶啦。但係我呢度所強調嘅結婚係咪一定需要呢？係咪一定要應該結婚呢？呢方面呢，我希望將來有另一條片可以再詳細探討一下啦。而當佢哋嘅關係開始步入婚姻嘅時候呢，佢哋之間嘅挑戰呢會變得係好複雜啦。咁啊，榮格嘅觀點咧就認為咧，婚姻同埋愛情根本上係兩回事嚟嘅。咁當然啦，結婚嘅基礎係愛情啦，但係結婚之後咧，雙方所扮演嘅角色咧，唔再係戀人嘅角色噶咯。婚姻咧更好似咧係一種人生嘅風險夥伴嚟噶。意思即係話雙方咧係願意係為彼此咧去分擔生命嘅風險，共同承擔有關嘅責任。如果喺婚姻當中咧，仍然係只係想尋求喺戀愛時候帶嚟嗰種愛嘅感動嘅時候咧，咁就好大機會會失望噶啦。因為你面對身邊嗰個人咧，可能再唔係好似你以前咧係感覺到咧，哇好完美啊，俾到好多愛自己啊，喺佢身邊好幸福啊，而係一個面對現實生活嘅時候咧，佢會有好多嘅情緒啊，好多嘅問題啊。好多人生嘅一啲嘅脆弱啊，你係需要去扶持佢，去關心佢，去開解佢嘅喎。自己係咪能夠做到呢？咁喺結婚之前，對方喺你面前係一個好完美嘅形象嚟嘅，但係結咗婚之後，因為大家要面對共同現實當中好多嘅問題啦，對方陰暗嘅一面就會走晒出嚟啦。可能你會睇到對方唔識得去諒解自己啦，或者對方好容易發脾氣啦。或者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對方只係會推卸站喺你身上邊啦，或者對方根本上咧冇同理心，唔識得去諒解或者同理你入邊嗰種痛啦，你係咪可以接受呢一個咁嘅人呢？所以當一對男女結婚之後咧，佢哋面對關係嘅問題咧係另一回事，係同戀愛係完全不一樣一回事。你係需要學習愛的真諦，要學習包容同埋接受對方醜陋嘅一面嘅，而對方亦都要需要學習去接受同埋包容自己醜陋嘅一面。而喺呢個基礎上邊，大家都願意學習去成長，令到自己嘅人格啊、心靈嗰方面咧係變得越嚟越完美嘅。所以我經常講啦，婚姻咧就係一種最好嘅修行嘅。好多人以為修行咧就係匿喺山洞入邊啊，一日打坐好多個鐘啊，令到自己咧係心無掛礙啊，最後空性啊。其實呢個唔係最好嘅修行，真正最好嘅修行就係伴侶關係嘅相處過程啦。因為你喺相處過程裏邊睇到自己好多嘅缺陷，你亦都會睇到對方好多嘅缺陷。你係咪願意包容對方？你係咪願意去改善自己呢？你係咪願意去同對方一齊手牽手咁樣去成長呢？呢一方面先至係導致到一對結咗婚嘅男女呢，係咪能夠順利走落去最重要嘅原因嚟嘅噃。咁仲有一啲好重要嘅呢，就係婚姻啊，並唔係兩個個體嘅結合，而係兩個家族嘅結合嚟嘅噃。咁雙方家族嘅系統啊、價值觀啊、傳統嘅思想啦，甚至啊各自嘅重擔同埋創傷咧，都喺結咗婚之後咧進行一個大融合嘅噃。喺呢個大融合嘅過程裏邊咧，就會解釋得到啦。點解你同對方相處嘅時候咧，點解結婚之前對方帶俾自己咁 sweet 嘅感覺，但係結婚之後變咗另一個人嘅咧？因為你所面對嗰個人咧係一個真實嘅人，對方可能喺過去成長過程有好多嘅創傷啊，而佢嘅家族咧有好多嘅牽連啊、無意識嘅忠誠啊。你面對對方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面對一大堆呢啲咁嘅問題嘅喎，而對方亦都喺你身上邊咧係面對一大堆嚟自你嘅問題。所以有時候夫妻關係咧嘅問題的確係複雜嘅，而面對啲咁複雜嘅問題咧，我哋真係需要咧去揾一啲專業人士啦去幫手啦，譬如話家排嘅導師啊，去睇睇雙方嘅家族系統到底發生咗啲乜嘢嘅問題，有啲咩嘅糾纏牽連到佢自己嘅夫妻關係當中咧，咁樣先至能夠比較容易化解嘅。所以親密關係咧，從來都唔係只係兩個人之間嘅事嚟嘅，佢牽動住我哋嘅童年啦、祖先啦、
同埋我哋對生命整體嘅理解嘅。咁深入去理解呢啲深層嘅動力呢，係我哋經營健康啦、持久啦，同埋充滿愛嘅伴侶關係嘅關鍵嚟嘅。希望透過呢條片嘅分享啦，幫助大家能夠更清晰咁樣睇到親密關係當中嘅挑戰啦，同埋揾到成長同埋愛嘅出路嘅。我哋下一條視頻再見啦！如果大家想持續咁收到 Raymond Sir 嘅節目分享，歡迎你喺 YouTube 上面按訂閱。當你按咗訂閱之後呢，亦都建議你喺隔離嘅鈴鐘按一按，咁樣你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哋節目上載嘅通知信息㗎喇。有關心理治療服務，包括網上視像、互動治療以及家庭系統排列工作坊，歡迎你瀏覽我哋嘅治療中心網頁 www.hkfcip.com。有關整合靈性心理學培訓學院嘅培訓內容、課程資料，亦都可以瀏覽 www.ispti.com， 或者關注我哋嘅微信官方賬號整合靈性心理學。同時亦都歡迎你直接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聯絡我哋85293100980。多謝你嘅收聽，我哋下一集再見。